为什么要卡高雄？无聊。所以交通部林佳龙部长，请你睁大眼睛，不要刁难高雄。交通部非常无聊。这个陈其迈是行政院副院长，他都已经公开表示，行政院绝对不会刁难。现在交通部摆明了刁难，有30几个团队加入了爱情摩天轮这个案子，最少7个国家把案子递出来，甚至包括英国伦敦之眼的团队都把摩天轮递出来，只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愿意公布他们的图案，为什么？这牵扯到人家商业机密，所以我在道德上我们不能这样做。可是呢，这么多国家都看好高雄爱河的爱情摩天轮，我们市政府也很认真，把该做的工作都做完，现在又是被交通部卡住，然后对外面还说从来不卡高雄。事实上，只要重大的事情，就是不停的在卡高雄。为什么要卡高雄？无聊。所有高雄市民不分蓝绿，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高雄是急的要发展爱情产业，因为这个可以带动很多观光客来观光旅游。我们这个是完全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设计。所以交通部林佳龙部长，请你睁大眼睛，不要刁难高雄，好不好？那要将这个可能的冲击跟损害能够降到最低。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应变机制，那也召开过3次的应变会议。那首先就是针对这个航班的调度，好，那在有差不多500位滞留的这些旅客，我们协调其他的航空公司，那希望在今天完成疏运。那再者就是有关于受波及的订票的旅客跟旅行社我们也请民航局跟观光局来协助，那要将这个可能的冲击跟损害能够降到最低。那再者，我们也针对远航的这个员工的权益那有协调劳动机关来呢保障他们的权益。那对于大家所关心的，在年底跟春节的疏运，特别是离岛受冲击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金门跟澎湖，我们也协调了航空公司来加开这一个班次跟扩大机型，那用就是重新呢来这个解决有关于离岛的在春节跟过年前后的疏运的一个压力。那有关于对于远东航空的监管我们这2年来因为有看到它在营运上的一些状况所以特别去强化了对飞安的这个监管，还有财务的查核也设立了消费者保护的信托的专户，所以关于后续可能涉及到的退票或者是赔偿也请社会大众呢不用恐慌我们先前就有一些预防性的机制。